使徒行传第8章，大使司提反的代志，扫罗嘛赞成。同迄日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真大的迫害，使徒以外，所有的信徒拢分散去犹太甲撒玛利亚各所在。毋过有一寡虔诚的人甲司提反埋葬，为了伊大悲伤。迄时扫罗下手残害教会，一户一户入去，无论男女，拢拖出来，甲因送去关牢监。遐分散的信徒去各所在传道，腓力去撒玛利亚一个城，对遐个人宣扬基督。群众听到腓力所讲的话，佮看到伊所行的神迹，就专心听伊所讲的话。有真侪互邪神附身的人大声喊，对因所附身的人出去。有真侪半身不遂的甲骹歹的嘛得到医好。迄个城的人拢大欢喜。有一个人名叫做西门，以前捌伫迄个城行邪术，家己自夸作大，互撒玛利亚的人着惊奇怪。城内的人大大细细拢专心听伊讲。这个人是上帝的官灵，是人在讲的带领者。因拢专心听伊，因为伊真久有用邪术，互因着惊奇怪。不过，因信腓力所传上帝国的福音，甲耶稣基督的名了后，男的、女的拢接受洗礼，连西门本身嘛信。伊受洗礼以后，就甲腓力缀条条。伊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，甲所做大权能的奇事，感觉真着惊。耶路撒冷的使徒听到撒玛利亚人已经接受上帝的信息，就派彼得甲约翰去因遐。因落去就为着遐信徒祈祷，互因通得到圣神，因为遐信徒拄受洗礼，归伫主耶稣的名，圣神也未降落伫因中间任何人。彼得甲约翰甲因按手，因就得到圣神。西门看到使徒按手的人拢得到圣神，就摕钱互因讲：请你嘛将这个权能互我按手的人拢会当得到圣神。彼得对伊讲：你的钱甲你做伙去死！你敢想要用钱买上帝的恩赐？这项代志无你的份，甲你无关系，因为伫上帝面前你存心不良，所以就悔改除去这个邪念，祈求主互你心内的意念会当得到赦免。我看到你心内有充满贪心嫉妒，受到罪恶拘束。西门应讲：请你为着我对主祈求，互你所讲的代志袂临到我。彼得甲约翰做见证，宣讲主的信息，然后倒去耶路撒冷，沿路伫撒玛利亚的真侪庄舍传福音。主的天使甲腓力讲：起来，往南边去，行对耶路撒冷落去加萨迄条路。迄条路已经荒废，腓力起来就去。伊伫路中拄到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，这个人是伊索比亚女王甘代基的财务大臣。伊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，拄要倒去，坐伫车顶在读先知以赛亚的册。圣神甲腓力讲：进前我去搭迄台车。腓力走我去，听到伊在读先知以赛亚的册，就问：你咧读的有了解无？伊应讲：无人甲我解释，我哪会了解？太监就请腓力上车，甲伊做伙坐。伊咧读的迄段圣经是安尼：伊亲像羊，
互人牵去抬，亲像羊仔伫检问的人面前无出声，拢无开喙。伊忍受凌辱的时，无人替伊主持公道。什么人会当说明伊的死去？因为伊的性命对地上消灭。太监问腓力，请问先知这个话是指什么人讲的？是指伊家己，还是指别人？腓力就对迄段经文开始对伊传耶稣的福音。因对迄条路落去，到有水的所在，太监讲：遮有水，我兼袂用伫遮领受洗礼。腓力甲伊讲：你若专心信，就通受洗礼。伊应讲：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。太监叫车停地，腓力甲太监两个做伙落去水里，腓力就甲伊洗礼。因对水里起来时，主的神将腓力接去。太监无阁看到伊，毋过还欢欢喜喜继续旅程。不过后来有人伫阿苏都看到腓力，伊沿路伫逐个城市传福音，一直到该撒利亚。